在宜兰礁溪撸养真的很享受，不但可以欣赏宜兰美景，吸收分多精，还能体验农家生活。导览员带我们到菜园，因为宝贝们今天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当小小农夫。他们除了要了解怎么种菜，也要知道怎么摘菜跟收成。因为今天我们的晚餐就靠他们2个小宝贝了。我们要采今天的晚餐哦。地瓜叶来，好，怎么摘呢？我们从这边把它折起来。哇，就这样子，我也要。这我帮你。我要试试看。哇，你摘的是枯掉的。你要吃这个叶子哦。可以吗？这个不行。可以可以。好，让你摘。哦，太用力了。你要从茎慢慢的拔起来。我们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吃。对，我晚上有这么多种地瓜叶当我们的晚餐。哇，哦 ，baby， 你帮我弄这个。好，那拿给阿飞。摘完菜，肚子也饿了，不过晚餐得要自己动手 DIY， 因为撸养做的七嘎煮，这也是撸养的特色之一。好了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。放这里，小心手手哟。哇，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？乖乖，你喜欢撸养吗？我喜欢撸养。妈咪也好喜欢撸养，而且撸养做得七嘎煮，我觉得这体验真不错。我可不可以吃狗肉了？可以呀，等我们马上哟，稍等。点了，敬请期待哟。准备的很丰盛，海陆 BBQ 大餐，丰富了我们的撸养之旅，也填饱了我们饿到不行的胃。妈妈，我分你全部。好啊，好棒！这个第一是我烤的，真的超棒！这个是茉莉烤的，可是我把它烤了。你好好哦，看起来很美味。茉莉都有烤好，也可以给你。吃着美味大餐，我们2大2小话家常。撸养可以让全家大小放轻松，因为撸养做的七嘎煮还能够有很多的体验活动。重点是没有电视机，也少了3C 产品，这样的亲子时光真的幸福满分。妈咪，我很喜欢撸养。我也很喜欢撸养，因为可以接近大自然，而且吃饭也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撸养做得七嘎煮。